何文田嘅居民有口福啦，呢一間新開嘅冰室，食物選擇夠多，價錢又實惠，絕對可以滿足到你對三餐嘅需求啊！試下呢幾款廚師推介小炒先：蜜椒薯仔牛柳粒，色香味俱全，牛柳粒嫩滑，薯仔外脆內軟，蜜椒嘅甜味恰到好處，甜鹹交融，口感豐富。而招牌冰鎮咕嚕肉就啱晒夏天食啦！咕嚕肉炸好之後，放入冰塊急速降溫，令到外層更加香脆，配合酸酸甜甜嘅醬汁，超級開胃。招牌小炒王好有鑊氣，材料有韭菜花、蝦乾、魷魚、腰果同埋蝦仁，用嚟送飯同埋送酒就啱晒啦。中意食得香口啲嘅話，我會推薦呢款煎蠔仔餅，外層香脆到不得了，但係炸粉唔會太多，蠔仔食落好嫩滑，亦都好足料㗎。呢度嘅小炒咁出色，唔知煮食嘅味道又係點呢？打響頭炮嘅有焗肉醬意粉，濃郁嘅肉醬同芝士互相融合，每啖都充滿滋味。而海南雞夠晒嫩滑，油脂分佈均勻，啖啖滿足，食多幾嚿都唔會覺得油膩。冰室必備嘅咖喱豬扒飯，有2大塊香煎豬扒，配搭特製嘅香濃咖喱汁。如果想嘆返個下午茶，炸雞髀沙律都係唔錯嘅選擇，大份又抵食啊！有興趣嘅話，記住 mark 低呢間冰室去試下啦。記住 CLSS、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Regather 頻道，一齊發掘更多美食啦！